秋桂，没阿妹无中意你，了一切就是命啊！我哋转来嘞，也得转来嘿，姐姐用针啊，去调查分阿爸啉。诶，秋桂嘞，那落去监督请秋桂啊，秋桂啊，秋桂啊，奇怪，秋桂今晚来无看到佢啊？秋桂，认真，你做乜嘢？该查都已经倒出来，事有进准，为乜嘢？错啊，师叔都奈危险啊！太傻机，用针啊，你就姐姐讲啊。做乜嘢？我要吞吞吐吐咧！太傻机，你敢出招的啦！来记起小马山，来搭几把葱嘛，来送夜就一样甜，是养马种啊！无可能，佢无可能按用人做啊！用葱啊，葱啊，门啊，无了啊，空啊，无可能，无可能啊！含油啊，香啊，卷啊，太假那种啊！馒头啊，该忙啊有，出来呀，我钱嘛，不是拿来猜呀，我呀，都下马来凶啊！可能是纯爱家吧？我唔知啦。感觉无喜情嘛。俩是一呀条，爱看油葱葱嘛，是说你呀龙，不过
有幸福浪漫。依眼看啊，至少唔会安样嘅人哦，佢啊唔会抛夫弃子，离家出走街啊。二等，有冇嘅事情你交涉过？好啦，就爱讲啦，嘿，我叫佢走开啦。好。天啊，山高嘛，泪为红啊！心难看比山河东山河东。为乜解？你到底係為乜解？秋桂，敢要做出乜嘅事情，他也不妥麼？為乜解？以後要用對太極。为乜解？为乜解？係咪为到你喺度吵架？哦，那個係為咗係吵架咧。你也得笑我唔地呀！嘅秋桂呀，是那年呐，已經有色蟲啊，連淚上啊。君啊，也係從意龍啊！咁講，相傳我嘅孫也係。哎呀，嘅背面啊，苦啊嚴啊，哎你超家孫啊！風花打聽，一個杜女裝啊！風花打聽，乜嘅啊？是我今日我是個雞頭，而家了風花。咁講，要講起來。秋桂都唔係冇生意，我來撩山街，原來秋興兒哋嘅惡婆婆，你心肝有乜安全？你那樣做，就以前非當然吵架，我只想那秋桂，佢本來。就唔係講話要拗撬，難道我做得看？我嘅子孫一胎一胎，就要求那嘢就衝起到起我咧。咦，真是黑，你講衝起咯，那有可能會遺傳嘅，你真是心肝阿蠻痛啊！你想看哪裡？你阿蠻講嚟做，我嘅師兄一家人係我救命嘅恩人，我師兄一家人連用頭都沒有，你哋未做出兩個切心切意嘅事情，你咁對得起我超過我列祖列宗，我見不見？非打死你不可！阿媽，你莫講打你啊！其實阿妹有一探探，只要有送一來嘅基因存在，係有點風險。
你放心，你爱打，我就问到，你让我打死以后诶，用冲，係那個單單子，唯一嘅險啊，只有佢手規走，佢將做得，老了用真，兩人完成終身大事，還把一個事實，就會講法。就要出去咯，老爺，應該太愛想啊！你讓我按我嚟做，感情如果做得隨隨便便，後一個，跟你老主教有冇個分片啊？情书，此时这个嘅孙呢？阿妹啊！默默啊！开你来端嘅汤啊！喜爱情书啊！掉进风，那以后来每朝归啊！情书通书嘅唔係你，情书乃係嘅你，係聖人嘅阿爸，秋桂佢嘅丈夫，秋桂啊！嘅丈夫喜愛秋容松，喜愛秋容松，秋容松啊！嚟慈禧這個嘅聖人啊，嚟總得保護秋桂，嚟竟然傷害佢。係嚟秋容松，係嚟秋容松啊！容松，你冇按用心啊！嘅聖人咧，國中就有嘅啊！聽佢何處無風錯？你看，用真啊！要喺我身邊，你就有一個用真啊！阿妹啊！難道你還唔知嘅麼？除了秋桂，咱無可能，還愛添一隻什麼嘢咯？讓爸爸要用氣，你懂事，咩係人嘅阿爸俾你拖秋桂嘅啊？來差一些咧，就錯過秋桂。見識，咱唔會個錯過秋桂記咯。父母才說，言容字意不好。那係母親到秋桂到盡咯，從今本日開始，
无可能，我倒转来。杨为嘛该为安阳人？乃老求归安相爱，天公伯，为嘛该要为安阳人纵容来掉嘞？为嘛该为安阳惩罚啊？哼，安阳的情绪真痛苦，到底是为错嘛该嘞？用错，你犯啲嘅情受鬼吗？上中陈山，乃已经欺骗了，全无自己消息。根本日，十个来多日嘅学生，那么太罪一重，乃无法度忘记乃嘅痛苦啊！你家中嘅情况，我也已经为你打探过嘞。你嘅父母天下万健康，也太用真，就了用鬼为师。今年年初，把太儿吵架，用了一个太求敬顺，第二说起来，也是为你吵架来传递香火嘞。以此生活，嘛是做得了却记住嘅誓言，可怜就是上句，乃该嘅誓言呢啊！用床，全家人都来替你照顾乡军，只可惜在人的身边，本是有亲生父母，你啊应该振作起来，莫个人嘞，顶多会伤身体。少年子，爱弟啦，爱弟。好嘞，你莫个再淋嘞，哎，就是头身体会坏起去。你唔是讲啊，你根本就嘛该东西就唔对，你唔对，那个心肝度又极痛苦，乃只能老得吃到最，乃无想的倾向，乃是一下倾向，那个心就脆，那个心就痛。用聪，事情已经经过3年了，为嘛该你就是唔肯放弃，唔肯转去家族？少年子，你只想去哪里？秋桂，佢係個樣樣嘅唔知，本人暗嚴重嘅傷害，其實係暗善良，為到大家實相，為到嚟吵架，吞下本人受傷嘅痛苦，離開吵架，佢講講都轉去，佢為本家嘅阿妹受理，佢連每家都無法度都轉去咯，天地安泰。你现在用把冇痛苦，冇人做你数了记，按用嘅事情，现在用把结束，乃要用把放弃，乃爱情记，莫讲3年，就算30年、50年，今生、来世，我唔会放弃呀！讲到底，这酒啊就冇事嘞。我就去替你暖一壶茶吧。多谢。
来，一切啦，还是强用。你啊，啉回你的茶，我是一袋糕饼吧。错，以前就老以前强用，啊，不过以前做得多转去，该就好咯。小林子呀，你骗来骗得好惨呐！那一时就地那个糕饼，那唔是手贵做的，天下间无人做得出来样个味道咯。经过了俺多年我的观察，凡是事有时间，将做得到手贵的谅解。老确定你的真心了后，我将做得将秋桂来奉行交本你，秋桂也做得回转去改改，伤害的一次该神的家中啊！秋桂佢对来，佢好不？我问你，佢更有原谅我吗？佢无原谅你。用我本爱将糕饼送出来，这3年间，我将其控制做下肚，为下日下站来准备烧菜，本爱保护得好好，你放心。你讲，你做下，佢你还得做下呢？冇错，今日你去将其带走去家中。帮你留一家团圆吧。多谢你，小龟，小龟。